中的暢談最受用。地下鐵裡面每日相見，愉快心裏訴。咁邊個拍你哋好嗎？每天幾分鐘，共你心聲要拖。旅程何美麗，如在愛情小説中。再回一秒鐘，後面嘅朋友你哋好嗎？地下鐵邂逅他，地下鐵裡面每日相見，愉快心裏訴。每天幾分鐘，共你心聲要拖。旅程何美麗，期望再回一秒鐘。地下鐵裡面每日相見，愉快心裏訴。